麥兜成晚諗住 Facebook 上面嗰兩隻字，心掛掛。第二朝返工嘅時候，精神都仲未返返嚟，成個人呆滯滯。原來麥麥前一晚喺公司上緊一個培訓，講師一路講一路問問題，大家都好踴躍咁舉手答，唯獨是麥麥因為太攰，腦袋一片空白，佢唔敢出聲，結果俾上司當眾點名，喺度問佢：你覺得呢個策略好唔好啊？麥麥一時之間答唔出任何完整嘅句子，只係尷尬喺度笑，最後講咗句唔好。成個課室靜咗一靜，之後就爆笑，上司就皺眉，講師就呆咗，氣氛尷尬到極點。放工之後，麥麥覺得自己成個人跌咗落谷底，好似講錯咗一句說話就無限放大。返到屋企途中，見到佢隨手出咗個 story， 唔好，呢個 story 唔係針對邊個，純粹係一個心情。麥兜隔住個電話熒幕睇到，卻有另一種嘅心痛。佢冇出聲，但係心入邊默默諗，其實冇乜所謂，唔好都可以慢慢變好。